台中的新光三越百货公司爆炸事件，消防局出动大批消防救护车，145位消防人员加搜救犬、无人机投入救灾。这场爆炸造成4个人死亡，31个人受伤。其中有澳门籍一家伙仔7个人来台湾，却有2个人死亡，5个人受伤。2岁查某囡仔还搁咧插管急救当中。刘委会表示，已经通报澳门政府提供必要的协助，消防者的澳门家属会伫咧今仔日坐飞联机来台湾。消防人员入去灾情上较严重的12楼搜救，现场规个是乱糟糟，连一点仔卡路都无。台中新光三越12楼的美食街，哪像因为装潢施工地势爆炸，规个12楼是崩甲无一块好。搜救犬伫昨暗角来来回回，用片的要来找人，找看敢有民众掉伫内底。因若楼骹11楼灾情较无严重，毋过天棚是规片拢落落来。空翕机翕到新光三越的外口时，因为爆炸破真侪空，昨暗角甲窗仔门是拢崩甲四散去，灾情是真严重。台中市消防局紧急出动58台车，145个人甲2架搜救犬，加上无人机投入搜救。拢总共235个人所开。我们在11:33受理报案，然后我们在11:37专责救护队就已经到达现场检伤，所以展开了这个整个救援的一个工作，所以并没有延误。这个爆炸意外，还佫牵连到路人的民众，包括来台湾旅游、澳门籍祖孙4代，一家伙仔7个人经过新光三越的人行道，去互爆炸落来的物件攻到，地数2个人死亡，5个人受伤。严重的头部外伤。跟那个肺部有挫伤，那因为只有2岁，那多重的这个外伤，那跟家征询之后呢，我们就目前转院在中国医药学院在那边做紧急的处理。本会的港澳处已经派人到台中去了关心和了解。那如果有任何需要，会积极提供必要的协助。那也会透过台澳联系管道通报澳门政府。总统赖清德关心这个爆炸救灾的情形，嘛讲行政院长邓英泰已经指示消防署调度救援的人力，卫福部嘛协调医疗的资源，提供受伤的人上好的救护。记者综合报道。